甲骨释文第56集：滨海文化的用意。历史的主流是高原文化，是周朝为主的文化。汉字的根源是高原文化，也是滨海文化呢？咱来探讨看卖。贝是滨海文化，这个鹰为何有两个贝呢？因为滨海文化咯，拄出世的红婴仔盘两罐贝壳来保庇红婴仔好摇饲。台湾人到近7月时也有灌光的习俗。这几字拢甲贝壳有关系，滨海文化包括盘链的盘，也是朋友的朋。本意是10个贝壳作为一盘分平，其实有两种的平，一种是较轻的，直接会使用手来分平的；另一种的分平爱较食力才分会开的，另这字平。字平意思是字的偏旁或者是复数。进前我写这字平，因为认为真困难。后来改写这字平，因为经过甲骨先生的指导，小可捌几字感觉简单就改写这字平。财宝有贝才是财，才是宝。货是以贝为基础，要有够额的量，才有资格当作是货币，这是基本的经济学。要有资格讲是好康的，要有贝才是好康的。运气无好，就去学到无宝贝的歹康。买卖是交换有价值的物品，是在做生意。做生意是3分5厘拢爱计较，才会生财，才趁有食。所以生意安尼写，不计是人操控画出来。所以有贝字边的这字计，搁将人。市场内画甲震天价上，有贝字边的这字计嘛读价，形容人声真吵，咱就会使写价价叫。例句：买卖场所人客人，画甲价价叫。生意真好，真是钱价钱。贝字边的字，滨海文化的用字，真自然用伫现代习惯用字。滨海文化已经是日用而不知的事实，有影无？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易是贸易，如何贸易？爱用船，载货量才有够大。甲骨文的易是画一只大船、3只小舟来做交易。用船做交易是渤海湾的文化，3000年前就有的文化。商是朝代的名称，却演变做职业的名称，伫历史上也算独一无二的文化。一厝两厝的厝嘛是渤海湾的文化。为何？因为厝的甲骨文安尼写，代表舟的摆动来回算一摆，或者讲一改。为甲骨释文第1集，咱讲到闽南语是甲骨文的母语以来，用甲骨先生教的正敬音并切音，毋若一字两字的用闽南语来破解，是见摆拢有合理的说明。这集阁整理一寡确实的滨海文化用语，你的信心度有增加无？退一万步来讲，就算闽南语毋是甲骨文的母语，一个简单的好方法，就甲白音当作是混音。什么是混音？混音的意思是读音甲字的意思斗会峇，这是咱毋捌字的时代在用的方法，是吧？譬如讲剑刺，就用闽南语混音做剑摆，安尼读音甲意思就斗会起来一改，安尼写的意思毋是一次，所以教育部安尼写就无适当这字死，闽南语就混音做捌，安尼不管是捌字、捌人，拢袂误会。别若混音做捌字、捌人，安尼写一定互人当作是写了别字嘛？这毋是科学方法，这是乱音大法。毋是所有的汉字两字连写就一定是同义副词这种的基本认识要有来看教育部的用字，例句：
即届的生理真好康，趁真侪钱。毋知要如何一字一字讲啦，总是咱写做即届的生理真好康，趁真侪钱。即字字为虾米有贝壳？来看年雅的解说。二姨也，为何安尼讲呢？咱用闽南语搁读一遍。姨也，甲古文字的意思就是即个动作，一支沙杯仔，即支较现代，另一支较古早型，用一支沙杯仔伫海边的沙地慢慢啊拖。拖振动的时，袂使伤深，袂使伤浅，爱注意拖动的声音，保持疑心细腻，注意是毋是有拖到藏伫沙底的贝壳。原来字就是伫找贝壳啦，爱细字才找有哦。这当然是滨海文化啦，无人注意到即个字就有一个贝壳，除了甲骨先生，是毋是真生动的说明呢？字就是字，细字就是小心谨慎，这是正写找宝贝爱细字的意思。字就是字。所以写细字也可，但是若安尼写，现代人可能只想到字怀疑，无想到本意的小心谨慎。所以有第三种的写法，细字细心的字定，现代人看起来较好理解的字形。细字并毋是细腻，腻是油腻，油腻闽南语习惯讲油腻腻。东西啊是东夷文化，为何？因为伊的甲骨文是相通的鲁字，这咱有讲过。大细线中文讲的连筋，这妹仔红色互相称呼叫大细线。人线、疲劳夜线，安尼写嘛是东夷文化哦。有影无？有一个海英雷，当然是滨海文化咯。即字是惯的甲骨文，画一个人屈身跪坐，伊的背后上方有左右两只手摕着一支光犁仔在旋转，意思是人在讲授物件，或者即个人当伫行善。所以即字惯的鼻音读广，搁读善。鲁字边的即字善，意思是吹风灌树。大细善也有人讲东门仔。人字边的善，疲劳的意思，人善就是人真忝。即字善，因为伊的脚趾偏被堆贴物品，所以嘛有忝的读音。真疲劳，闽南语定有人讲善斗斗、软狗狗，亲像睾丸的即字狗，轻声狗，对咱来讲是接讲的词，也是古文接用的字哦。用闽南语就真好理解的字，当然先爱有甲骨先生的提醒。即字狗，说文解字讲是野生也。上书的例句，丁生王之休无狗。组团的解说是：我生王之美无野。诗经周南的例句，福之无狗。福是整治的意思，无狗就是无野生。换讲即字得，是得到啥？得到宝贝，嘛是滨海文化用语哦。即字得哪有贝壳呢？来看甲骨文，确实是手着着一个贝。即字的鼻音读着头奖安尼写，若照校正字，就爱写早头奖。即两字的差别，字典讲袂清楚，咱用闽南语来理解。另即字读条，背条伫石头旁，背被石头所碍，只能寸动的碍伫石头旁，所以即字将寸也将背。例句：钱条伫股市，车条链。安尼的条有障碍无错，讲是停止，嘛毋是完全的停止，也会使伫小范围的寸动。车链可能也会使空转，但是驶袂出障碍的范围。股票的价数伤低，毋愿卖出，这拢是条。
行有所得，意思是手已经完全掌握着贝壳啊，会使自由行动啊。所以得将摕，也就是将形性，甲得当作形声字，佫是一个无适当的文献，因为调调无共音，无共意思。得的字形将形性，将调，调的字形将背，将寸，安尼有较通吧？换来讲斗，甲闽南语较少讲，习惯讲斗。组团写的闭门归斗，孔乙字典的字斗的意思是床壁为小户，毋是吧？啊，归是随约的，斗本身佫将背的，所以斗讲是含写的谦称，并无适当。即字斗将迄，将肉，将背。即字肉意思和顺也，读音肉。例句：两人斗正肉。斗的本意是洞穴内的人，也就是厝内的人和气相处。啊，背囥伫下骹，表示钱财才是厝内和睦的基础。这表现出古早人做义的高明智慧。原来家和万事兴，才是斗。啊，古义等于即字斗。这是现代人的智慧写出来的斗，因斗是咧兜圈子的所在啦。即字大家拢读偷，啊哪会无人对即字的读音有意见呢？另即字咱即马知影着读斗加的意思，另即字咱有介绍过读斗组合的意思，安尼有哪来哪习惯袂？组合的斗并无战斗的意思。是斗一只船，爱先有集合所有的材料，才有法度斗。合理吧？斗有月字边，月伫遮代表大枯茶的意思。为甲句文来看，就真清楚啊。兄伙的兄嘛有大枯茶哦。啊，斗意声，斗就是口，代表咧收整大枯茶。佫另即字读透。意思解也，甲锁啊偷开，即字透，透中开嘛，即字透。啊是啥物时辰啊？即字辰嘛是滨海文化哦。为何呢？因为有蛤蟆甲句文的辰安尼写，字形的意思是一种蛤蟆伫早时啊伸出长长的喙唇，所以即字文音读辰，鼻音读准。即个时阵拄好是早晨，晨的读音安尼来，时辰。滨海同义语就习惯讲时阵。若莫管啥物文化，咱就简单甲辰的读音混音做准。时阵意思就是时候。咱安尼写是毋是比教育部的建议搁较清楚、袂误会的表达？整理一下。这集主要介绍滨海文化的用字。首先，真侪背字边的字，咱早就不知不觉自然地使用啊。过来，拄出世的红婴仔，就爱用2盘的被来灌灌，一直灌到16岁成年为止。益是用船做模益，拜是船来回算一届，字是怀疑。细字就是伫海边作业爱谨慎，游累累并毋是细字哦。东西啊是卤水的东夷文化，大细线嘛是滨海文化。人善善就是人真忝，软厚厚的厚就是野善。得是着宝贝，调是调伫石头旁，斗是好气才会生财的家。组合的斗本意是斗一只船，时阵的阵嘛是喙唇的本意。简化闽南语的鼻音，会使想做是混音。这集讲到这，感谢你的收看，咱下一集再会。